帶一路倡議係國家聯通海外嘅門戶，香港效率高同覆蓋廣嘅物流業正好可以找緊機遇。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超過10年，香港同沿線國家以及地區廣泛合作，同參與倡議嘅50個國家簽訂民航相關協定，以及90幾個國家建立海運貨物往來。舊年喺香港舉行嘅一帶一路鐵路論壇，唔同國家同地區嘅官員、專才等聚首，就鐵路喺一帶一路倡議下所扮演嘅角色進行交流。國泰航空今年4月開通直航烏魯木齊航班。烏魯木齊面對中亞，唔單止可以將香港聯通內陸，更加可以做到跨洲，以至將香港嘅視野帶到一帶一路沿線嘅地方，帶領成個航空貨運業更上一層樓。作為超級聯繫人同增值人，香港發揮內聯外通嘅優勢，以全新方式拓展一帶一路新機遇。融入國家發展，鞏固國際優勢，團結香港，聯通世界。